當年我穿越嚟到秦朝，揾你頂替做咗大王。如今六國已經打完，我要做嘅嘢已經做晒，我已經有老婆仔女，我只係想過一啲安穩嘅日子啫。叫你買一斗米翻嚟，買得半斗，仲係咪打斧頭？大哥唔係啲咁嘅人。又是心形牛扒。飯啊夠食咗40幾50年啦，又唔見你嗌鹽。師傅，如果你家鄉人都嚟咗，你會同佢哋一齊走嗎？究竟係家人重要，定係對寡人嘅承諾重要？我會抌低你哋。呢塊玉牌陪咗寡人20年啦，見玉牌如見師傅。我喺度，你睇我得噶啦。呢塊玉牌我 ，thank you。唔係叫項羽咩？當年寡人拜你阿爹為師嘅時候，年紀比你更細。起手！所有恩怨從此了斷。黃少龍，你以為寡人當真不敢殺你？我搞掂，信我。今日點都要走，算天涯海角，寡人都會追。誰求誰？終究獨自聽天地浩